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，我是面站贵宾。咱讲今日新增加武汉肺炎案例是3例，拢是境外移入，平均年岁拢是20外岁哦。拢总即阵台湾的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是376个人，另外咱讲61个人已经解除隔离。咱要来讨论就讲，上尾啊，这个案例是376例，又是这个本国航空公司一个班机人，有人讲伊是这个恐怖班机哦，目前是10个人来确诊哦，是毋是针对讲所有入境的人哦，拢来全面采检？这种声音又搁出现。另外，咱要带大家来看讲，这个全球疫情咧炭烧这个部分，4月初8就是明仔啦吼，咱讲武汉要来解除封城，但是网络顶都这风声讲吼，这个中国又搁爆发着第2波的这个疫情，这网络的这个民众，佮讲吼啊，这个疫情开始爆发，爱特别来注意啊吼。另外啊，这个对全球这个封城吼，也是解除封城这个影响是啥物？咱待嘛好好来讨论。嘛要讲到最近这个清明连假结束了后，对台湾的挑战是啥啦吼？大家敢真正拢出去佚佗啊？大家是毋是有收到这个信息啦吼？咱讲4月初10。可能就是本土病例，若是讲一点吼大爆发吼，就是代表讲台湾疫情伫清明连假这个期间哦失去控制啦吼，未来2礼拜内拢是关键。咱要带大家来看讲日本这个疫情啊，因为过去哦，这个3月底是sakura这个季节啦吼，大家是趁着这个连假去佚佗、去看樱花，但是咧结果是疫情大爆发了。目前咱知影，这日本境内武汉肺炎已经超过4000多例，其中是Tokyo家已经1100多例，是上界严重。另外，咱嘛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吼嘛决定讲要公布紧急事态这个宣言吼，究竟吼会到底安怎影响到日本的这个营收？吼，今日咱新闻界要好好来讨论。这边咱先邀请2位来宾，第一位咱邀请洪明佑医师，大家好。第二，咱邀请到关系到咱讲吼，最近佚佗啦吼，是洗牙齿的人是较减少，但是咧进前吼，这个牙齿啊期间安怎防疫，咱邀请到宁夏牙齿啊观光协会这边长林定伟。大家好。等下咱嘛小介绍咧台大工卫学院这院长詹长官，另外咱嘛小连线来连线吼，伫日本的2位朋友吼，一位是咱的这个医师是张钦凯，另外咱嘛邀请到这个米珠必士附属生产本部的这个社员啦吼，这个黄社员，咱等下好好来邀请伊。首先咱要请教咱的医师啦吼，就是咧清明连假这个期间，防疫是毋是变咱台湾的大浪棒咧？是哦，这个问题吼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吼。我先讲啦，其实阮即摆的做法吼，算稳扎稳打啦。吼，阮进前足侪用讨论讲，到底政府是毋是爱做较严格的？是。结果即摆看起来，其实嘛是拢 OK， 嘛是拢袂歹。吼，所以清明连假这个问题吼，我的看法啦是有可能会较严重一寡，就是有可能有小可走一寡变得出来。是。吼但是你讲要变做大爆发吼，像迄日本安尼，我看是机会是足少的啦。其实这是有一个学理的根据，就是讲因为日本因樱花季进前就已经有足侪迄个社区不明传染源，散在伫都足侪所在。是。但是以阮台湾来讲吼，连假进前吼，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，而且阮政府拢有做足好的居家隔离，是，有啥物镜头拢会随着做裁剪，变做阮本土的不明来源病例加足少啊，真少啦吼，真少，所以变做遮少的这个病例，你要讲伫清明连假，因为阮病毒要甲复制第2波、第3波的迄个疫情，一概拢爱5天，是，5天了伊的阮阿玲讲3嘛，就讲一个人会当传3个人，是，了不起啦，有10个人啦，传出去，差不多20-30个，是，但是拢足紧抓着，足紧抓着，其实阮前几天嘛是用那10几个、20个，是，其实这拢是医疗会当承受的部分，而且阮的疫调的人员拢其实足辛苦、足认真的，是，民众就有真决心，我是感觉这个部分大概是唔免伤紧张，唔免伤紧张啦吼，但是咱嘛是要好好观察讲，是毋是到底4月初10这天以后是这个疫情吼？规个摊开是台湾爱好好守掉这个关键啦吼，嘛侪咱看到吼，真侪这个疫情的关系啦吼，侪受到这个咱讲国家级这个预警这个信息的人吼，伫咧可能伫垦丁遮啦吼，还是讲伫咧这个嘉义市文化路夜市啦吼，还是讲11个这个景点，其实吼这个部分是毋是讲连假进前，咱就是政府爱好好来宣导，结果无是去到遮发现人足侪时阵才发布这个信息的。其实政府其实要做的提醒，进前已经有做啊，就是讲阮社交距离爱保持啦。
啊，所以其实是变做阮人民爱自律的，讲你到迄个所在，看到夜车人遮多，你就应该是转身就走。对，开车就莫停，就好来去啊吼。嘿，就过去较无人的所在，我讲看风景嘛，等者才来食物件无紧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其实阮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其实就困难的啦。是。吼，阮讲户外爱1公尺嘛，其实迄1公尺你若是打喷嚏、拍牙就喷出去，其实拢是2到5公尺的。2至5公尺吼，而且若是佫有风向的问题，比如我伫遮讲话，我就你头前，啊，可能风为遮吹过去，虽然讲你离我有1.5公尺，是，啊，但是这个风吹过去嘛是有机会掉，啊，过来夜市啊食物件的部分，是，有接触传染的风险，因为你水氧就无法度滴嘛，你就一定要摕掉，啊，所以因为其实这是讲人民若是有迄个警觉性吼，看到人遮多，先离开。好啊，应该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好啊，现在就讲大家舍不得，都一个人走遮远啊，走来垦丁啊，无再去看一个物件啊，剩一个食一个物件。唔甘啦，唔甘啦。啊，所以变做这嘛袂使讲怪政府讲一开始无讲好，讲叫观光局、交通部讲宣导嘛，宣导讲请大家放心观光嘛。有影，但是咱迄当阵咧讨论讲吼，清明年假的时阵，叫你去这讲拜祖先啊吼，大家已经分流，我去拜祖先的时阵啊，其实无虾米人啊吼，拢是一个2个仔的这个部分。但是看到电视哦，150万的人吼，拢进入去这个11个这个景点吼，其实嘛是真危险这代志。咱就先来请教咱日本的这个医师啦吼，张钦凯医师啦吼，就是讲日本这个观察3月22至3月25，咱是讲sakura这个盛开的这个时间吼，但是咱看这阵这个东京这阵啊吼，是疫情大爆发。咱讲这阵这个案例，敢若东京这个所在就1100外例啊啦吼，是毋是因为这只吼？啊，过去咱讲日本伫咧这个疫情有小可较控制，是毋是真正是3月20啦吼，甲22只吼，咱等下再过来请教咱的这个张医师啦吼。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夜市啊这个部分啦吼，夜市啊安怎来防疫是真正真重要这个吼。咱讲宁夏夜市啊，是做了真好、真头前的吼。过去咱讲，咱看这个衫啦吼，这个林志平长头顶衫，这个悠游卡啦吼 ，Easy Card 一只，吼，就是讲你会当用这个行动支付的这个方式，也是讲这个UU Pay 啦吼，也是讲这个行动支付，免用到银行，免找钱啦吼，接触避免这个金钱来往啦吼，接触这个部分，真正是会使省真济，就讲甲病毒，也是讲甲细菌，会当有接触的这个机会。对吼，阮夜市啊，大部分的摊商，吼，这头家拢有这悠游卡，唔是悠游卡，吼，就是行动支付这块有 QR code， 所以减少了吼，咱这现金的接触细菌量，是，所以阮做这部分比其他夜市做啊好一丝。咱等嘛好啊，讨论讲吼，这个其实伫年假进前，恁就做好真侪这个准备啦吼，亲像讲有这个外送平台也好啦吼，咱等下好来讨论。咱要先带大家来讲吼，其实咱头拄嘛讲到4月初10是一个关键，咱讲未来2礼拜嘛是一个关键吼。到底国内疫情会安怎来再产生变化，是讲真正控制了真好势，咱先做伙来看。清明年假民众拢出去耍，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推估，敢若是国内11个景点游客就到150万人次，好真侪第一线临床医生真惊，因为伫年假了看诊的民众比普通时增加2-3成，大部分拢是呼吸道镜头，也有落塞为主。医生担心武汉肺炎潜伏期是5到7天，年假是不是正做防疫的浪棒？4月初10是关键期。差不多在4月10号左右上下的左右呢，那一段时间，如果我们本土病例有增加的话，那表示完蛋了。我们大概因为这个是群聚感染呢，造成我们防疫的破口。医生讲，政府伫咧年假进前鼓励民众出去耍是错误的做法，而且对部分的热门景点也无实施连锁管制，或者是做分流，甚至也有一寡民众无挂喙安4月去耍，增加无症状或者是轻症患者传播的风险。那么政府提出自主健康管理措施，这个来当防堵减灾，事后补救。以后的年假会怎么做呢？大概会决定于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啦。如果这一次真的这一波没有好好的疏散，然后大家就去度假点聚集，真的产生很多个案感染的话，那以后就会趋严。医生提醒民众，若要出去耍，一定要记得挂喙安，降低喙烂甲接触传染的机会。也建议政府要求夜市啊、甲传统市场的大小小食业者，爱强制挂喙安，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所以出去哈，这阵建议吼，一定爱刮喙暗这个部分啊。咱嘛好法，等下搁请教这个医师，等下好法会上用什么这个方式吼，来保护家己。除了咱过去讲这个洗手，但是咱要带大家来看讲，指挥中心有列着在一个这个景点，这个标准到底是啥物哈？大家是讲吼，这个标准吼，有当时也是为什么到遮我才发现讲啊，可能这个。信息是收到了吼，但是为什么进前你无甲这个部分都甲列好势？咱看这个在一个景点啦吼，咱看是屏东县南州乡以南吼，包括着垦丁这观光景点。另外咧，咱嘛讲到这个阿里山这个森林娱乐区啦吼。另外咱讲这个花莲吼东大门夜市啊。嘉义文化路、台南的关仔岭，还有这个虎头陂等等的这个拢是11个景点啦吼。啊，毋过吼，咱是讲过去吼到这个11个景点，也是讲较认真吼、较济吼，超过15分以上，你就要家己自主健康管理啦吼，避免外出。啊，外出你就要挂喙暗，安尼受镜头就莫上班上课啦。咱讲吼，过去这个上课吼，敢若昨吼统计吼，都差不多有4000外人无去上课啦吼。咱头拄嘛讲着有150万人吼，其实是有去过这11个景点啦吼。啊，台南市长这个王伟铁吼，伊是讲吼，台南红点名这个景点，拢是这个较旷快这个所在，无认真吼，较这个客人这个问题哦，唔知影为什么会红列做是这个警示的这个地区啦吼。另外，咱看这个指挥中心安怎讲吼？指挥中心伊是讲用手机啊这个信号来暗算，4月初2甲4月初5有11个景点哦。停留15分钟以上，就是咱头先讲的150万人啦吼。另外，拢爱这个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筛选的这个标准呢，嘛是依照网络声量来决定。啊，甲这个讨论到甲相关的这个报道。另外咧，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啦吼，伊讲5.1连假就是咱讲劳动节吼，这个部分啦吼，到底有要取消无？伊讲吼是无这个规划。另外嘛是爱看疫情的这个变化，甲民众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形吼。另外，咱嘛要先来请教讲咱伫这个日本的这个医师啦吼，王这个张金凯张医师啦吼。头拄仔咱有讲到吼，日本伫这个期间吼是会大爆发，啊伫东京伫遮就是1100外例遮尔啊侪人吼。东京是毋是已经失去控制？咱来请教咱的医师。医师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医师，咱头拄有讲到吼，就是讲日本这个3月22甲3月25都拄好是这个sakura这个开的这个时间吼，啊，一个日本人已经吼到喜甲冻袂掉啊，趁这个时间去这个出去啦吼，是毋是疫情破空的这个部分，嘛甲咱讨论讲吼，这台湾这个清明连假期间是共款的。其实安倍首相伊伫3月初的时阵就甲大家讲有3个密的迄个空间，卖去第一个就是密闭空间。是。密闭空间就是，譬如讲居酒屋啊，还是迄个酒店。啊，第二个密是密集接触啦，密集接触就是人侪的所在。啊，第三个密就是密切，就是譬如讲爱唱歌还是爱讲话的迄个所在。是。啊，因为上映的时阵，大家想讲，迄是户外嘛，所以就无想遐济啊。因为樱花当然是伫外面，比如讲上野公园啊、公园啊，是啥物动物园迄个所在啊。所以3月20到3月22是因的春分3连休啊，出去外口佚佗的人确实有较济。所以伫这个。咱讲伫sakura开的这个时阵，日本人真正是有较出去啦吼。但是出去外口行大，是毋是变成这个防疫这个破空？另外咧，咱嘛过去讲吼，但是这个时间点嘛拄好真奇怪，就是讲宣布奥运可能是明年才要来办的这个时阵吼。所以大家吼，亲像这个张苹果日报这落来讲吼，中国、美国也是这个日本啦吼，可能拢是有暗藏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吼。日本是毋是因为这个咱讲2020年本地要办奥运啦吼，所以因要为着要办。进前这疫情，拢是这个数字有去控制这个部分。日本是伫2月27号头一届安倍宣布，请大家自述，其实2月底就开始。啊，迄个时阵日本的方针是要确保迄个医疗卖崩坏，因为迄个时阵有看到中国的经验足恐怖，所以因有制定讲，你若是有感冒的症头，比如讲发烧、流鼻水、拍骹嗽，啊，爱3天连续3天以后，即个症头无好的时阵，你再打电话给保健所，保健所就是等于是咱台湾的卫生所，啊，有专人甲你接听电话啊。
你甲伊讲了，就是伊认为有需要，才去要甲你转介。你日本迄个时阵是劝大家莫凊彩到病院去，比如讲你若是发烧症头啊，你若是去病院的时阵，直接讲，我是毋是得迄个武汉肺炎？医生是建议讲莫安尼做，因为伊惊安尼是造成医院的困扰，就是安尼医疗就是崩坏反而会愈来愈紧安尼，这是因的观点啦。有影，咱头拄啊，这个医师用的这个两字就是自述啊。这个严肃的这个肃啦吼，甲这个自我的这个自啦吼，自肃啦吼。啊，其实这个过去这个自肃伫这个80年代啦吼，也是讲这个过去有一个天皇，这个过身了后，就是讲这个电视台吼，去停止着播送着五路这个节目。另外嘛是讲这个311地震的时阵嘛是这款这个这自肃这个款的这个要求啦吼。啊，这回咱看这个自肃到底有达到咱讲这安倍晋三伊要爱的这个效果无？自肃的效果就是有的，也毋过伫日本的大人甲日本的少年人的效果是无啥同款，因为日本的少年人是认为讲，这个武汉肺炎，因为头先 WHO 讲这是差不多敢若流感共款嘛，那少年人就较无遐重视，啊，若是讲是大人就是，因为拢知影讲，重症化的比率较高，啊，死亡率较悬，所以。是大人就会较注意，就挂喙红，啊，少年人就较无注意。所以伫日本这嘛有看到这个世代的这个争差就对啊。有差就侪少年人啊，尤其是就是年轻女生、年轻男生，伊出去佚佗的时阵，拢电车内底无挂喙红的人是少年人较侪啊。哇，对，啊，但是大人长辈几乎是100%。了解，所以这可能嘛是日本这个防疫观念吼，这个世代的争差。今日咱们感谢这个咱的医师吼，张医师感谢。另外咱要现场哦邀请到咱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詹登元，院长你好。主持人你好。是，院长咱知影吼，咱已经小连续这个9礼拜来去发布咱这个规个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啦吼。咱昨嘛是头一届吼，是这个全部线顶吼。维持社交距离，然后卖互这个记者去入去采访，避免着吼伫咧室内有可能会更较感染这个部分啊。不过咱嘛有提出着侪的观念，就是讲吼清明连假以后嘛是真正使人烦恼啦。另外咱嘛讲吼，这个咱有建议就是讲爱抽检着确诊者吼，伫咧这个病院啦吼，也是讲登记照护这个医护人员。另外咱嘛今日讲着这个今日上新的这个案例第376例啦吼，咱讲伊是这个飞行机顶第10个确诊这个部分啦吼，咱敢真正爱做所有。这个咱讲的这个普胎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讲全部拢爱做一届来体检这个部分嘞。我想咱台湾这个疫情吼，控制到今仔日为止吼，咱必须要做的几样代志。第一件就是讲，这个病毒我以前讲过，就是讲一定要透过人传到另外一个人。啊，伫咱即马为止，对这个病毒3个月来100几天。咱对这个病毒唔知的代志，比知的代志也是较侪。是，所以伫做任何防疫的这个决策的时阵，拢爱甲大家家己讲，嘛甲民众讲，其实咱知影无做多，是，知影无做多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去做决策，啊就要小心。所以，但是咱知影啥，伊一定是爱透过人传落来。是，所以两个人若无机会接触。伊就无可能去传，所以即马要做侪即个人甲人爱离较开咧。你若离愈开，你就无机会讲互人去感染着，还是甲你的物件传落另外一个人。是，所以即个代志就是讲伫全世界到今仔日为止，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拢伫做的。啊，上严重的就是封城，大家拢莫叮当，咱就袂去接触啊。另外一个就是讲啊。拜托你拢伫厝，然后讲你若有需要，你爱出去的时阵，莫伤济人，是啊，济人的所在莫去。所有这规定就是要互人袂去接触到人，啊，咱免怀疑讲到底这个人有无，啊，这个人有去用感染。所以这就是讲人甲人的距离呢，爱家己偌远啦。是啊，譬如讲，就莫去读册。啊，就袂讲。你伫厝内底，你行去学校了，啊学校若1000人，啊你1000人拢有可能接触啊。啊，即摆无去的时阵，你会用读册，伫厝读册，但是莫去学校。吼，
办公室呢，讲啊无分作一半，吼，但逐工本来有50个，即摆25个去，啊，去的人接触就较少，是，所有这些动作拢是咱对这个病毒还阁做无了解，咱唔知影讲咱这个社会内底偌济人互感染，偌济人已经感染过，偌济人都即摆拢无互感染，咱拢无做清楚的时阵，咱爱做这个代志，所以你主持人你问我就是讲，啊，咱是毋是爱检查？检查甲咱做这个代志有关系。是，好，国外转来200几个人准啊坐飞轮机，伊伫飞轮机顶有去用感染无？是，无去用感染无？咱唔知，但是咱知伊坐足近，所以迄机会就足大个嘛。是啊，啊，所以即阵人就是讲，有可能是落来的时阵，咱拢爱甲检查，特别是伊若是到纽约去，吼，即嘛是上严重的所在嘛，就当初时若踮意大利、踮西岸嘛，转来的人，这拢是高风险的。啊，你着检查就知影讲，啊，遮个人，什么人带有病毒，啊，什么人已经互病毒感染过，已经有身体有迄个抗体，啊，什么人无啊？啊，所以这是检查的道理伫遮。啊好，过来就是讲，伫咱的社会内底，即摆我拄仔讲过，有3种人啊，无感染过，是已经感染好的人，啊，为了感染不幸往生的人，咱就无伫咱这个社会。过来就是即马伫互感染，啊，这要安怎知？咱就爱去甲检查，无检查拢唔知啦。咱即马无检查的时阵，就是讲你规台飞轮机转来，啊，所有人拢去14天，对无？咱唔但唔知嘛，咱若检查了的时阵，咱讲哦，虽然即马嘛是14天较安全，但是总是内底有偌济人已经感染嘛，有偌济人已经感染过啊。亲像过去武汉包机这种例啦，吼，先甲检查起来，都无这个要找这个病尾这个问题。所以这就是讲，阮伫讲这讲检查爱好较济咧。但是更较重要就是讲，咱所有做这个动作，就是讲，咱无爱互咱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哦，一时啊像纽约啊像意大利安尼，一大堆的病人足济嘛，拖足紧的啊。啊，走去甲咱的病院变做安怎？走去甲咱的病院，医生照顾袂来啊。是，迄个人无，迄个医生护士的人无够，还是讲病房无够，啊，就照顾了，若无够详细的时阵，无法度像即马人啊，病人去少的时阵，咱个照顾足详细。安尼的时阵啊，照顾了无好，咱的死亡率就会增加嘛。有影。啊，所以咱要安怎做呢？咱就爱好好啊去检查。是。好啊，检查什么款啊？检查咱的医生，检查医生啦。哦，护士，这是伫甲咱照顾的呀。是。咱伊若伫照顾，不至于讲病人有点啥人上侪照顾袂来，伊家己嘛有去可能去用感染。所以国外就是讲对医生、护士也是即个老人院的这个咱的照护人员。是。这另外甲保护好，因为咱足烦恼讲，咱大家加减拢会人去用感染着。啊，咱感染了，免爱互因照顾啊。啊，照顾的人爱无去用感染，避免着院内感染。对，所以这群人拢是即摆优先爱去。啊好，拄则讲，咱开始伫管制讲啊，这个公司啦、学校会使去也袂使去上班上课。有一寡人一定爱去上班上课，是开车的啦。好，伫这个迄个市场伫卖物件，互咱会当。是买到菜甲肉，去食会食的人，食食真重要。啊，所以食的人呢，伊若伫超商，啊，伫啥物所在，伊逐工拄到的，要来买物件的人，千百万种啊。爱食的人，伊就风险足大的，遐个人你嘛爱甲切。针对食的人去做开检。对，所以所谓的这个。扩大这个检验的意思，就是讲，爱扩大，较紧甲遮个人检好。啊，国外有一寡国家就是讲，医生护士吼，一直切，你都唔知影伊照顾一段时间会去用感染无，所以咱就是要甲保护好。啊，咱即马国家爱较紧来准备，为准备这了呢，咱会较放心。啊，规尾呢，咱社会嘛会去问一个问题，我看这个流行病到一个程度，大家拢要问啊，讲我到底互感染过无？啊，这款的需求一定会来嘛，因为咱拢无清楚嘛，因为遮尔侪像纽约看起来这哇，我看
差不多4成，那拢10个人就3个人4个人是，都拢检验着啦，系啊，大家嘛是烦恼讲，我到底是毋是有着，啊是毋是这个体检吼，啊去睇着，啊真正就互家己较安心啦吼。其实咱这个洪医师家嘛有准备着一个吼，咱讲冰岛这个例啦吼，就是讲无镜头感染的人病毒率高啦吼，但是伊的这个感染率搁较悬啦。是，冰岛吼，伊迄边就是有做一个普筛啦，伊有一个抽样啦，公司去做。啊，做起来阳性率是0.9%，甲台湾其实相像。台湾的检验阳性率是1%，1%啦吼。嘿，啊，因是0.9%。是。啊，但是因就一个较重要的数据出来，就是讲，阮确诊的时阵哦，这0.9%确诊的时阵有50%的人拢无镜头呢。哦。意思就是讲，足侪无镜头的人，其实50%，伊拢是带原者。啊，德国嘛有一个数据，伊官方每天都会有一个更新哦。伊39%的人，伊是无症状，也是讲无法去确认他发病的日期。看症状不明显。是。好，所以其实为什么讲这届大家较欢乐讲清明年假，其实连政府伊即摆措施嘛是讲，其实伊嘛会欢乐啦。好，伊嘛欢乐，毋是讲詹老师欢乐尔。吼，因为真正就这无症状感染者啊，阮若是讲入境吼，拢是用症状来通报啊，采检。啊，阮是毋是会闹到一寡人？是。像阮嘛有一个14天隔离了，才搁有症状，才去啊，结果伊是解除隔离，被我们认为安全的人，最后再去确诊，嘛是有这么即马的状况嘛。啊，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讲吼。病毒吼，我先简单介绍病毒伊的周期是安怎。病毒是一个不完全的生物，伊一定要遭遇人的细胞里面，它要有一个受器接受以后进到我们细胞里面，再用我们细胞来对物件来复制，做出新的病毒。一只病毒入去会当做1000只出来。哇！好啊，所以伊这个 life cycle 就是，阮若是要甲阻止的时阵，就是讲阮家己的细胞免疫爱去辨认出这个细胞已经被感染啦。阮的细胞免疫淋巴球 T 细胞会甲这个细胞杀掉，甲这个 shut down，好，卖互这个病毒复制的过程再继续。啊，所以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讲，阮的细胞免疫，阮常常提讲，阮的免疫力有够，就是讲细胞免疫，毋是讲抗体哦，抗体迄要出来已经8天、9天、10天的代志，迄袂赴。啊，所以这病毒的特性吼，阮最近我是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个，就是 Nature 已经出来一个研究啊，伊当然是 preprint 啦，伊还没正式那个公布吼。啊，他们已经给我就这一个观念哦。先讲下骹只，伊因为一个位点的改变，伊对人类的 ACE2 的接受体的结合力变强。是。阮本来拢就是讲，这个甲 SARS 同款是会造成肺炎，肺部的伊个 ACE2 的 receptor 该较多，哦，应该是直接走去肺部。啊，结果普遍筛检，像德国的数据造出来了，德国验10万人哦，是，加2%有肺炎尔，22%是流鼻水。伊先有这个感冒的这个镜头，先感冒的镜头，才变做肺炎。是。好啊，所以。为什么呢？因就发现讲，因为伊的结合力变强，所以变做伊伫鼻咽就有法度先入侵啊。啊，结果伊无变成肺炎之前就有感冒症状，所以讲来讲去变做新的冠状病毒。我要甲观众朋友讲的，新的冠状病毒其实它就像我们一个比较严重的感冒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抗体，所以它变严重。啊，所以变做伊的预防、伊的病程、伊的机转，阮拢会当用感冒去甲想讲，安尼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忙？病毒的克制嘛，就简单的就是讲，我们一定要在它大量复制之前，就能够把它阻止。是啊，所以像克流感、温东西爱发病前48小时。所以咱看到这个 Boris Johnson 这个例啦吼，是讲过去伊讲一直处理7天了后，尾啊这个发烧发到足严重的。其实就这意思是听到伊发烧10天吼，这概念就是。不乐观啦，因为一个免疫的反应要到10天发烧还压不下来，伊的组织破坏是感觉最严重的，是，所以阮是感觉不乐观。啊，其实这个手板大家会当登去搁暂停来看吼，伊讲吼发病前5天吼，病毒是在喉咙、鼻咽这边活跃的复制，这是第一现场是喉咙、鼻咽、脑家啦吼，脑家，所以为什么阮大家爱戴喙安，就是讲。所有的病毒都从嘴巴、鼻子出来，伊嘛有去验，大家之前有欢乐讲粪便哦，粪便有验起来哦，有 RNA 哦，但是试袂活，代表讲伊爱活伫这个人的活体的代表讲阮验得到这个 RNA， 但它可能是尸体，所以它没有感染力，但这个还不难讲 ，OK， 因为它还是有部分活性。好，啊，只是讲最严重的就是前5天，所以重点就是说。
你若是无症状期、加潜伏期、加发病前这发病的前发病5天，这个是病毒量非常高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时候症状都很轻微。所以阮若是用迄个入境通报的方式，也是讲让民众自己去那个。真正有老高的风险，是这个老高的风险。他都咱们讲吼，潜伏期差不多5天啦吼，还是这个病毒量上届这个活跳的这个时间啦吼。若是讲这个时间咱无去甲这个测出来，可能第5天、第9天遮吼，这个更较严重啊吼，亲像这 Boris Johnson 这个例啦吼，会当看到。其实咱讲到这阵啦吼，就是讲这个无镜头的这个感染者啊，头拄啊这个詹院长嘛有讲到吼。这个新冠病毒，还是讲武汉肺炎，这阵拖到这阵100多天，侪人嘛来讲啊，我到底是毋是得过？我身体内底是毋是这款的这个抗体啦吼？所以大家嘛真要伊讲这个普遍这个体检是毋是会当来实行啦吼？今日咱看到这个有记者，搁伫这个记者会头顶，搁问一届这个问题啊，今日搁共款的这个回应，就是讲吼，这个咱这阵也无到这个部分啦，咱嘛有一个例，就是讲这个洪医师这阵提啦吼，就是讲这个每100万人啦吼，咱去体检了后。阳性率是偌济？咱台湾是1%至2%。其实医师团体嘛，定定伫讨论这到底爱全部人去普检无啦吼。其实我是较赞成詹老师讲的，就是讲高危险群，就是医师甲人群频繁接触的人，甲这境外入境这个因较高风险。其实但是阮的检验能量有够，现在我先讲台湾的阳性率刚1%啦，1%。我们验的也其实比率来讲蛮高的哦。咱即嘛是3万外，3万万，阮2300万人尔，啊，阮验3万，其实政府也验很多的啦吼，所以要不要普检，我是感觉是还可以再考虑，然后不一定那么急。你看法国阳性率，他们到现在验阳性率还40%，40几%，西班牙也是接近40%，好，所以他们等于还没验完，因拢伫高峰期，他们还要认真一直验下去。好，啊像美国加意大利是20%加，好，啊德国是10%加，德国验就多嘛，啊韩国加阮相似，1%多加尔，好啊，所以变做讲到底要不要普筛吼，其实要用数据来说话。划不划算的问题而已啦。好啊，我是感觉，因为其实我足侪同学吼，因伫急诊也是安尼，因做迄个筛检是足辛苦的。啊，所以其实韩国因有一个电话亭筛检，电话亭筛检就是一个裁剪安尼吼，内底裁剪人拢唔免穿 PPE， 唔免穿隔离衣，吼啊。伊足紧的，一个病人5分钟就会当采检了，啊，甲检体收了就换5分钟就会当换后一个人。所以，互第一线人员，阮的政府一定爱互因设备，爱互因人力，互因人力是足无够，因足辛苦，啊，因的压力足大。因为这武汉肺炎大家拢无想要得到啊。所以爱互因足侪资源啦，啊，过来阮的实验室检验师、医检师，因嘛是足辛苦的。好啊，所以讲袂使一直讲。希望怎么做啊？但是你的子弹、你的设备无互医师因医事团体。是。有影吼，这是咱讲台湾这个疫情的这部分，目前会当控制了真好啊。但是是毋是要这个普遍来体检，针对高风险的人，可能是有必要性吼。咱嘛看到这个实践大学这个有讲哦，甲这个接触过这个店员吼嘛对，因为甲这个钱啊，有人讲这个病毒会当活伫这个人家，还是讲这个纸票头顶4点真久啦吼。啊，是毋是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个人吼，爱去做一寡风险的这个评估，还是讲体检嘛是好好来讨论。另外，咱要先来连线伫日本啊吼，咱讲这个米珠比是附属生产本部这个社员啊吼，社员你好。你好。其实咱头拄嘛讲到日本即阵疫情吼咧炭烧啦，过去咱一直认为讲日本可能小小啊控制，咱头拄嘛讲到3月22甲3月25遮吼，可能是萨库拉盛开的这个期间，但是侪人吼就去想伙啊，但是无想讲可能这是一个疫情的这浪棒啊。目前咱其实嘛看到侪伫日本的这个企业有做一寡应用，咱嘛看到咱讲即阵你所大的这个公司啦吼，已经有做这个弹性这个上下班这个部分啦吼，先甲咱观众朋友了解一下。其实阮公司一直拢有弹性上下班，而且伫厝里做工课嘛是一直拢有诶这个进行。过在武汉肺炎开始了后，像我家己是已经是厝里工课，差不多有2礼拜啊。我大部分的朋友嘛是拢伫厝里做工课，差不多2礼拜啊。是。拢伫厝里啦吼，伫厝里有较无方便无？伫厝里就是你若厝里的 WiFi
无好的人嘛是有，而且若是有家庭的人，伊可能都有囡仔会甲影响，也是有是狗仔会较差安尼。有会影响到吼，虽然讲伫即个处理即个咱讲伫办公啦吼，会烦恼讲即个咱规个即个企业可能伫即个收入者啦哈，是讲无法度正常来营业，可能会导致吼，可能即个咱讲即个成本啊，也是讲即个提升。另外，咱讲可能会有即个无薪假期伫日本来发生咧。这我感觉是无法度避免的代志，因为你讲阮做这办公室的人，会当伫厝里做工课，啊毋过像工厂的同事，因就一定爱去工厂。所以若是即个疫情若无甲压落来，工厂停止生产这种代志嘛是无法度来避免的。是无法度避免啦吼，所以咱看到这是这个大企业这个阴影啦吼。其实这个日本嘛有侪这个咱讲是较这个嘛是中小企业这个部分啦吼。你安怎去看讲吼，规个这个生产线是生产链啦吼，可能也是安尼改变，对日本的这个经济，也是讲甲台湾、日本吼，可能嘛是有过去真大这个连接啦吼。你感觉会受到什么款的这个影响无？即马其实影响反正慢慢出来。其实日本的工厂真正是都依赖迄个外国下包的厂商，甲伊生产原料，甲伊生产部品。是。所以即马已经有足侪较小的厂商已经无法度出货啊。因为就别个国家的原料袂当运来日本，是，也是别个国家的一个零件已经无法度生产，已经停止生产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，所以即马已经有足侪影响力发生啊。所以这个日本啊吼，咱讲过去伊甲这个外国这个真密切啦吼，有这个贸易上这个合作啦吼，原料物资拢是自国外来吼，伫日本可能才搁做一届这个生产，但是即阵咱讲这个产业链已经做一寡改变啦吼，嘛会影响到规个这个日本的经济，嘛小连续影响到亚洲啊全球的经济啦吼。今日非常感谢咱的这个黄社员，你好，感谢，多谢。咱过来要请教啦吼，就是讲规个这个企业界咧影响，这个日本的产业嘛来影响啦吼。咱头段嘛讲到这个夜市啊吼，咱台湾过去这个防疫这地，进前有这个咱讲咱台湾医疗是超前部署啦吼，这个咱宁夏夜市啊，这嘛是超前部署。咱头段嘛讲到，伫外送平台进前就已经来到伫遮啦吼，啊嘛有这个咱头段讲到叫做行动支付的这个部分啦吼，这个部分咱这个外送平台头段嘛听了介趣味啦吼。即阵的外送平台一般咱是2手机啊，对一个故意的这个点商吼，甲字落，你要点啥2个，但是宁夏夜市是无共款。伊是规个这个系统落去，啊，佫会使有这个咱讲工作人员去甲你买物件，啊，再佫送互这个外送人员。是吼，阮这外送平台吼是台湾较特殊的吼，因为夜市啊吼一搭分布很足多位的吼，所以我们特别研发一个团队。好，就是我们的工读小帮手哈，在夜市里面哈，类似说，你走去打会使买这轮饼，还会使点这鸡排，是，所以变一摆点菜，会使点到两项物件，两个单位，两个头家替你服务。这嘛是减少去夜市的人流啦，你敢付一抓的那个手续费而已。是，所以这也是蛮出名的。就是讲有人讲，即阵夜市可能这个销路无好啦吼，可能甲这个平台，也是讲其实有的人是甲你家己会使提供到这个外送的这个服务，其实嘛是一个夜市啊新的这个方式啦吼。咱嘛讲过去这个4月，咱讲年假这个假期啦吼，11个景点有看到这个嘉义市文化路夜市啊，是讲坐这个花莲啊吼，东大门夜市啊，拢是因为这个社交距离，讲人客人然后可能有这一寡影响。这款这个外送平台是这种新的这个方式啦吼，会当这个减少人接触啦吼，但是大家嘛是要细夜市啊迄种气氛啦吼，所以有当时这个部分就较难避免。但是咱嘛知影这个宁夏夜市啊，就讲过去一条街仔路尔吼，但是这个街仔这个单位吼有180外单啦吼，所以避免人客人，咱有新的什么款的这措施无？
有哈，其实人客好哈，本身对阮吼这做生意的嘛是好啦，所以只要吼政府吼感觉人吼客人的时阵吼公布这个消息的时阵，相对的吼就影响阮的人潮吼，所以这阮嘛两难啦吼，要生意好啊，搁惊出代志吼，所以只要第连续假日，政府感觉讲，这要控制这人潮，其实阮拢有想过一寡办法，是吼前后就可以入口处就做一个公关管制。即马是义工伫遐咧喷酒精啦，喷酒精顺便控制人潮的数量统计。咱有去暗算过无？咱讲咱讲一条街的这宁夏夜市啊，上济会当互偌济人入去？其实吼，阮遐夜市啊，短啊300公尺，所以吼大概5、6千人就真侪人啊。真侪人。可是以往阮生意好的时阵，拢上万人伫夜市啊，是安尼，上万人啦吼，所以即阵减价可能4、5千人，应该是真棒啦吼，是安尼。咱嘛讲到即个夜市啊，即个部分啦吼，但是咱头早有讲到，即个避免人客人有真侪种即个做法啦吼，就是讲即阵啊，过去咱知影即个宁夏夜市啊，是一条街啊边啊是即个互车路咧行，即阵都甲封起来吗？阮嘛是希望讲吼。拉开咱的距离哈，社交距离哈，所以希望讲另外的腹地嘛，可以开放给民众哈来踅来行哈，安尼就会使哈超过1公尺甚至1公尺哈人与人距离，除了人数的控制哈，鼓励拉大哈，这对咱的哈安全嘛是一个保障哈。首先在入口处咱嘛要鼓励讲看检查看民众有戴口罩无，阮的摊商一定要洗手、戴口罩，基本的配备拢爱做吼，整个环境的消毒拢爱做测试，切实，对，这种袂使让帮，因为一颗细菌可能就会拓开啥，所以这个都是爱做搞的所在。是啦，咱头拄嘛讲着吼，伫即个4月，咱讲清明连假，大家讨论讲，真惊啦吼，对，但是尾手咱讲5月初，过一个即个劳动节。这个假期啦吼，3天是毋是？咱搁爱超前部署啦吼，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，到底咱这回因为这个清明连假150万啦吼，11个这个景点拢是人客人，到底是毋是啊？讲这个5月初这个劳动节的这个期间吼，爱有所来控制，咱先做回来看。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，不过真侪民众不管疫情威胁，清明连续假期到各地旅游景点，即马可能变做防疫空棚。算来5月初1连续假期是毋是考虑取消？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无情买，不过民众若是无好好控制，会看进行调整。如果民众真的都不能做到自律，以至于疫情更严重，那当然我们会视情况灵活随时运作。清明连续假期期间，疫情指挥中心对11个旅游景点发出国家级的警报，但市长黄伟哲不满台南3个所在向列做警示，认为中央乱开枪。苏贞昌解释会用更加严格态度面对，相关做法会当更加进步。安那政府纾困要发振兴券，不是直接发现金，那知影动这支，连民进党立委冇人认为不好。如果只有发现金，固然有人会消费。但也许有人就把它存起来，能够用最有效的方法，不但钱花下去，而且能够诱引消费。对于很多已经没有现金，甚至已经生活可能快过不下去的民众来讲，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总统蔡英文宣布关1000万的税案服务需要国家，网友嘛讲税案是名济，未来会当加入关税案的选项。不过嘛用这支为了完成税案外交，政府暗抗税案。苏贞昌澄清，台湾的防疫政策得到国际肯定，严格使用每一个税案，绝对袂乱用。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，自己吃剩的才要给人家，跟省吃俭用，帮忙邻居、帮忙有困难的人，才是高贵的情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咱顶礼拜嘛讨论讲吼，咱这个1000万的这个肺炎要关吼，这个全球这个部分啦吼，咱讲美国是这个200万地啦吼，啊这欧洲是700万地，友邦吼是100万地，啊这个肺炎是毋是会当关啦吼？还是讲咱这种这个防护能力可以敢真正有够啦吼？啊另外咱嘛讨论就讲5月初是一个这个大事，这个另外一个关键啦吼，因为咱讲4月初10是咱讲清明连假这个关键，啊因为有4月进前这清明年假这个例啊，5月初咱安怎注意？咱请院长。就是讲，这个病毒一定要透过人传予人。啊，若人济所在，传了就紧。所以要互这个病毒袂传了足紧。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讲，人莫济。是。所以人爱有控制到什么程度呢？即摆咱讲的1公尺室外1.5公尺室内，意思就是讲，你伫外口，夜市啊，像这种外口型的夜市啊，也是讲观光地区，每一人伫迄个所在会用本着的，就是4平方尺，前后倒边正边拢1公尺，是，安尼是安全的范围。所以拄则都讲这个夜市啊，有这个业主应该去发起这个运动，就是讲共一个时间。你就甲画出来，这4平方公尺大家分的了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卖人、收盘的人，啊，甲入米人，拢总偌济。是，迄是共一个时间来讲，消费的人伫遐爱半点钟，也是讲伫迄个风景区，你爱伫遐佚佗2点钟。啊，你就甲算出来啊，啊，就是入来出去，所以你若这样要搁开放这款所在，互大家去消费。你就爱甲这管制又好，啊，就拢解决啦。吼，所以这就用时间去换空间啦，莫大家拢接共的时间啦，莫接共工共点钟安尼，啊，你就慢慢啊来，啊，这嘛是本来就有啊，咱本来夜市啊、百货公司甲这个游览地区，拢嘛有人数的管制啊，啊，咱是无伫是实行尔，即摆佫等去看，哇，迄阵管制的人数伤悬，即摆就降价，啊，就安尼了呢。咱一般人会受到保护，啊，咱呢做生意讨赚的人，佫有物件好卖，啊，生意佫会用做咧。我想这是大家拢赢的代志啦，所以我要甲乡亲讲吼，去夜市啊食物件是真好的享受，啊嘛应当的。那但是即摆是无共啊，我顶边直接甲主持人讲，这是第3遍的世界大战啊，即摆。这个大战，这个联合国嘛安尼讲啊，这是无武器的大战，是一个咱看袂到的病毒。啊，咱去竞争呢，你大家爱改一个，物件了解一个。但是咱台湾做甲单无简单啦，做一个国家吼，你根本都无可能搁出去买物件呢。是啊，即摆互咱买物件，咱袂使安尼。所以5月初日，咱劳工朋友本来的假都爱放。是。伊本来就是人的假，但是吼放假你上好开较侪时间伫厝啊，安尼也要出去。若讲有一寡夜市啊，已经开始有即个管制，你也去了解。是啊，所以你事先若知，啊人伤济时阵，你就莫去。啊，咱政府吼上好有一寡迄个 APP 吼，啊是讲互人去。像这联下这夜市啊，就讲你都即摆11点到1点人伤济，你莫来啊！啊，你2点来啊，阮这吼臭豆腐嘛照常搁伫卖，你免惊买无。就讲你安尼了，大家会较好啦。分流啦吼，分流。啊，久了吼，咱有这个习惯啦，咱就会习惯讲，咱台湾安尼较有品质。你去吼，要找有摊坐落来食嘛，有你买的时阵嘛袂等伤久。我想安尼是大家拢好的，所以我是遮吼要甲。大家乡亲要求嘛，是希望讲少年朋友啦，吼，你特别要重要，拄则已经有讲过啊，讲这个病毒呢，无镜头就会共传染。是啊，所以无镜头，佫是少年的，你敢要家己用，啊，你就做病毒啊，啊，你就无需要去甲传互别人，啊，你家己无小心，我想你嘛毋是咧意思，啊，你去甲遐人济，啊，大家钱做伙，哇，迄做危险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是看到这边。这个清明节时阵，我本来就是讲清明，咱要制作，大家行
今年吼较简单的，甲祖先讲吼，祖先讲的，甲祖先讲明年吼加倍甲防范，较澎湃啦。结果咧无想就无去迄讲去佚佗啦。这5月初绝对袂使，5月初你讲咱劳工朋友大家吼，一年足辛苦。是。你无啥时间陪恁的厝内的人，时大也好，囡仔也好，你咧踮厝开较济时间的。若爱食的物件，你就照拄则一个方式，你就感觉讲会用甲人叫就好啊，叫伊就送互你啊，无就你较少人的时间才去吼。若要去风景区吼，无差这边啦，这边正港吼。上远的莫去啦，近的嘛是讲，你也爱去择个时间。政府爱甲这个消息甲大家讲，讲什么时阵是人上济啊？你若像咱伫搭车共款吼，拢有迄个讲，即摆是这个搭车的时间，你莫去高速公路，你共款的意思啊。即摆吼，这个风景区伫搭人，你莫去啊。安尼，我想咱5月初日吼，会做一个。又个健康吼，又个有兴趣，咱生理个加减袂影响啦，但是莫影响较大安尼，是毋是咱做会到吼？对大家爱来同齐来努力。这是我今日来这个节目，最想要甲咱乡亲讲吼，讲咱爱知影这个病毒正讲真严重，吼大家袂使安尼无小心。所以咱嘛知影，这个清明连假真正是这个非常时期啦吼。毋过侪人150万人安尼落去，侪这个企业吼，也是讲这个政府单位，就先讲14天这个之内，你家自主健康管理啦吼。嘛看到真侪企业嘛去做一寡这个代志，咱看吼，这个金融机构啦吼，就是讲有真侪这个徛家伫这家己厝内办公这个部分啦吼。伫这个清明连假以后，嘛有这个公司是分着 A、B 组来这个上班啦吼。另外吼去过这个在位。景点的这个员工吼，亲像这个 PC 吼，你爱健康了后，才会当入去办公室啦吼。这个台积电吼，伊全公司差不多4.5万人分组来办公啦吼。另外咧，新北市政府，咱看政府单位遮嘛有弹性来上下班啦吼。过去咱看是内政部，这是开第一枪啦吼，伊嘛是开始弹性来上下班。就是讲，因为疫情这个需求年假吼，大家出去佚佗啦吼。买手才有为什么爱实施着这个徛家办公？你若是讲过去，咱就是好好遵照政府的，你莫去这人这所在，根本就无这个徛家，爱伫徛家这办公的这部分啦吼。有的人佫无法度去上课，即阵就是爱亲像咱院长讲的，就是5月初一，唔好佫有即款情形出现啦吼。咱过来请教咱的这个医师啦吼，头拄咱讲到。是安怎病毒的这个流感化这个部分啦吼，你嘛有准备这个喙炎吼，咱等下好好来讨论。首先来先甲咱讲这个喙炎，佫有这个病毒。我要讲的就是讲吼，其实这个病毒吼，即马愈来愈少，阮的观念知影讲伊哪像阮的感冒啦吼。所以阮拢会讲感冒，你要好好保护免疫力，你才袂变做肺炎吼肺炎。所以你要保持你黏膜的健康，吼，你的黏膜的。健康的程度，你的纤毛运动爱好，所以你要加啉茶，变做阮进前你讲感冒怎么样保护自己？你要鼻子冲洗、一罐洗，多喝水，多喝水，漱口，深部漱口，过来就是讲，伊病毒要出来，因即摆研究出来，病毒要出来前5天最活跃，都是从口鼻的黏膜出来，所以你喙痒滴的，绝对会当保护你家己甲你的家人边仔的人甲你讲风景区也是安怎？只要大家拢有伫的，其实风险就会降低足多。但是这就变做大家拢有共识，大家拢有安尼做。搁一个较好耍的就是讲，最近有伫讨论卡介苗啦。卡介苗。就是讲咱台湾吼，过去拢有定6年还要毕业的时阵啦吼。阮无对新冠肺炎的病毒有抗体，但是阮若是用卡介苗，伊产生的细胞免疫，伊增加伊 T08球的活性，免疫力较好，变做伊大概是用迄个西班牙甲葡萄牙，西班牙就在边仔尔，结果西班牙无注卡介苗43000人，13000人，葡萄牙即马才300个人尔，差足多，所以大家最近好奇的议题是这个卡介苗到底有效无？可以其实愈来愈侪物件会当慢慢互阮帮助，所以大家是免惊遐啦，愈来愈有迄个希望啊。所以到底这个卡介苗有效无？这个院长咱讲看嘛，就是讲过去咱这个出业的时阵，这个6年的时阵拢有做啦吼，遮都是做一个这个药粉伫遮啦吼，这个部分敢真正有效，因为这是透过这个 big data 去研究出来。目前吼，咱知影这个咱这
注这卡介苗啦吼，这袂记你个台语安怎讲花针吗？诶，囡仔的时阵咱就注吼，啊，目前知影讲注这个结果是除了讲这个肺结核的这个防治了，伊对大部分的有感染症的拢有一寡防治的这个效果伫啊，所以这理论上是安尼嘛，啊，所以大家看到即马全世界伫流行了，就伫讲这个代志。是。啊，目前世界有2-3个所在吼，开始伫做大型的研究。是。伊这大型研究就是要讲，正讲有住的人甲无住的人，吼，啊，伊的效果是安怎？另外，因为这个物件背后，咱渐渐知影讲，伊才15年以后吼，伊迄个效率就较歹，啊，所以咱爱加强了。阮迄阵伫台湾伫看讲，咱有一寡人吼，老大人啊都太过重新过会去钓到这个肺结核，啊，所以这个物件来讲，你嘛身体嘛要够有，所以即马有即款全世界的研究。我来甲大家讲吼，其中一个研究吼，啊，咱先开始因为全世界病例无济啦吼，啊，都有找到咱中华啦吼，所以咱台湾即马嘛有伫即个试验内底，啊，要甲大家讲。伫病情发生的时阵吼，即种治疗也好、预防的物件拢无遐紧有啦。所以即摆用药尔啦，吼啊，所以是毋是要大家要等啦，吼，等甲讲这正讲有效无效出来了，咱才敢讲哦，会使去推广安尼。但即摆有伫试，啊，咱台湾是试的一个伫中，安尼后摆咱会较紧的用去运用到这个技术。好，感谢多谢。